歡迎進到現場，今晡日咧學空標報報本大家啲咧就係北美館吼，有咧新嘅展覽嘅中心吼，就係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咯。家下咧從兩灘吼有小嘅本大家啲，有啲都有無共用嘅單元吼，無共用嘅活動啊，還有展覽咯。做定報本大家啲，許多嘅片留了，還有咧除咗一展覽以外咧，聽講吼一擺吼我有送本大家。支票啊，係冇？唔過入支票吼唔係錢哦，吼，呢度還有比錢吼還較寶貴、還較珍貴嘅東西，係冇？是，這個支票其實是藝術家王愛麗小姐她所做的這個創作，叫做時間支票。時間支票就錯嘅。對，那她在我們邀請她來做這個展覽的時候，就是她在想禮物這個事情的時候，她在想說，那什麼樣才是一個真正的禮物？啊，是一個可以不求回報的，是能夠真正表達一個真正的送禮的一個心意的禮物。他就想到說，其實時間這個事情，就是應該它是一個最能夠有去無回的，對，沒有錯，因為時間，它因為時間其實也是某個人的生命的長度了，所以當你把時間送出去，其實是把你的生命也送出去了。所以他當時就想說，那他要用時間來做一個禮物，他就想到說，可是時間是一個虛的東西，還某一個具體的東西。對，所以禮物其實一般人會覺得說，一定是一個實在的、具體的，對。可是其實有很多禮物是無形的，所以他想到的禮物就是時間這個東西是一個無形的，可是它是非常珍貴的。那他其實是在希望說，我們把時間送出去的時候，是希望把我們的時間跟另外一個人分享。所以他這個設計就是，當你把這個時間設定好，你要送給某一個人多少時間的時候，就像喺畫面上，家下有看到有咧機器係冇？對對對，其實機器係做得七格沙聽係冇？七格沙聽講，你可以自己設定，譬如說你用這個螢幕去設定你要送出幾個小時，然後你再按這個下方的這個列印的螢幕，有一個小方塊，對對對，那你按 OK 之後，下方就有一個出支票的一個小孔，那就會把這個支票給吐出來，就會出來一種係冇？一種上半後有看到有咧，你可以擁有我專注幾小時這樣子，也意思係講，因為也係現代吼，大家無限次差有動到嘅事情啊，可能有陣時候去外邊吼，啲做些在外的遊子啊，其實要回家陪伴爸媽的時間也很短，沒有錯。可能現在都要利用到這樣支票。好了，那我給你1個小時的時間，可以跟我面對面。故事的地圖哈，你就得也可以寫收件人是誰。對，好啊，松本，像我現在手上拿到這張是8小時。是。故事松本曼寧嘅8號就送給你8小時，你要我做什麼？還是我們面對面啊，大追顧啊，底下談心嘅時間，好，係冇？對，就是譬如說我今天想要送給我的媽媽4小時啊，是因為我很久沒有跟她吃個飯了，所以我今天就把這個支票列印4小時，我上面就寫 to 買我的母親，然後我給她，然後我就要安排4個小時，她要跟我好好的共度一個晚餐。那這個4個小時就是我跟我媽媽之間一個非常親密的，或者是非常獨特的一個共享的時間。不說要在禮物地圖有清代漢字嗎？就那個在時間軸這邊。我們時間上只有設定1個小時到24小時。哦，清秀1點鐘就錯。有，我們有民眾在反映說，為什麼沒有設定1輩子了？因為他要送給男朋友、女朋友。那我們說1輩子太長了。你可以24小時一直送。一直送。也係同好嘅咧創意呢，因為可能大家會知道，哎呦，也送嘅又冇算數，又冇好，人真正送嘅又冇平安花好，也咪冇意義。不過人會知道，也係真正係咧有心呐，有心愛來做一件事情，就俾知道講，真正也係現代好，真正有動到嘅人。懂無限，可能會忽略了你身邊的人。好，其實時間有陣時啊，你嘅親人啊，和你嘅爸爸媽媽家人啊，還係你嘅愛人、你嘅朋友，其實佢唔係愛你嘅真正一個具體嘅禮物寫定路，其實你本期嘅一個空的本期嘅時間。面對面來鄰下咖啡，來大嘴顧下咩係親好嘅禮物吼。因為其實他覺得現代人即使有時間相處，大家都在滑手機啦。哦，真勁哦。所以他覺得這樣的相處是沒有價
交流的没有真正的感情的交流跟这个接触的，所以他希望这个支票送出去，真的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支票它其实下面右下角有出现一个网址。有鸦片。那也就是说，当你用完之后，你要上那个网址去登录，说你用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网，对，那个网站上就会显示出各式各样，大家把所有的时间用到什么地方。这个是故事，老太家分享。没错，而且我们这个作品中间的那个，刚才有看到那个数字，中间那个显示的那个霓虹灯管的那个中间的数字，它是把所有送出去的时间，就是这个画面加总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展览开始一直到现在也许是4万多，那也许展览结束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几十万小时。哇，这样子，它那个看板会不会唔拉？不会，我们设定到了10亿了，所以没有问题。听错他就错。刚好出题后，刚才有讲到的，就是我的宝贝礼物，还有打包，还有100也好，这样时间支票哈。但讲刚才没有讲到的，有8类，有8哈，毛强用动态的艺术家。佢也就对礼物也个主题，有毛强用感受来做出来的毛强用的作品，来展览本台家己，系冇？是。这个展览的另外一个也很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单元叫做以礼物之名，就是说我们用礼物这个主题，我们邀请了台湾8个艺术家，8位艺术家。帮我们用礼物这个概念做创作。中亚方面后，就第一集係冇？第一集藝術家。第一檔，對，這個是周俊生先生的創作，董有名的插畫家，一個繪本藝術家，對。那他是第一檔，那接下來還會有7位藝術家。大概每個藝術家有3個禮拜的時間展出，那他們都會用他們自己對禮物的概念跟想法，去做一個裝置或者是作品。從亞哈已經係聽耶，現在已經是第2位了，就是陳義堅老師的創作。嗰時候就做在看到8個毛強用嘅動態嘅藝術家，也就對呀禮物設定如何有乜個想法啊嘛？佢嘅呈現方式沒毛強用冇聽說可以畫圖啊，還有實際嘅東西。呈現的方式跟表現的方式，我們純粹就是讓藝術家自由發揮，尊重藝術家，沒有錯，沒錯。就本佢也就有啲空間就錯嘅，有啲空間本佢也就發揮。沒錯。唔過咧，剛才有講到嘅吼，有啲真有名嘅第一呀插畫繪畫嘅創作家吼，就是周俊生。欣賞吼，佢沒有出嚟也係繪本書係冇，也咪係用禮物，也係禮物係因為100嘅主題，係係佢本單就有想講要用禮物來做一類主題來做一類繪本哦。是，這次周俊生他跟美術館合作，除了剛才看到的展覽的作品之外，他之前其實也跟北美館合作出了一本繪本。那這是他在國內應該是第一次跟所謂的機構所獨立就是策劃計劃所完成創作的繪本。那他這個繪本的主題就叫禮物。因為當時我們是邀請他來，希望他因為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的成立，所以希望他能夠為我們來創作一個繪本，在談的是小朋友如何去欣賞藝術，如何到北美館或者是到美術館這個空間去跟藝術對話，去跟藝術做交流。唔講有冇看到吼？挨嘅老唔嘅係毛強用嘅呢，挨強色嘅，唔係熒光橘嘅感覺呢？係啊，因為周俊生他其實是國內第一位帶波羅納，就是意大利的波羅納那個繪本的首獎的一個得獎者。給替的。對，他在國際上是非常有名的，那在台灣也非常受歡迎，所以我們當時這個做的這個第一刷的時候，就幾乎就是首刷的都已經賣完了，幾乎是推出的同時，大概就已經訂購光了。那所以我們就再做了第2刷。所以我的強勢的係第2刷。第2刷，對。第2刷。所以他在封面上，他也做了一個不同的顏色的設計，內容是一樣的。佢說也地度啊，做對老太家小計下，佢對呀禮物吼，佢對呀設定如嘅想法係有乜毛強用嘅喏。其實周俊生在這本繪本裡面談的就是一個人要怎麼樣去用什麼樣的一種態度去觀賞藝術，特別是當代藝術是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困難的。台北市立美術館展的東西都很現代、很當代，很難理解這樣子。真嘅。對，所以喜憂偷懶就錯。沒有錯。那像他這個
故事的设定的就是一个小男生，好，那这个小男生其实是他自己啦，他把自己当做一个小男生。看起来是母亲痛的用的呢。其实是他欢喜的用的。对，不高兴，对，没有错。其实他不是一个不喜欢去美术馆的小男生。那这整个故事在介绍说，他后来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就是美术馆的票。那个票呢，就是让他去能够美术馆参观。那后来在整个参观过程当中，他后来才知道说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去欣赏当代艺术创作。我说呀，第一度真正会有咧美术馆哈，呀美术馆哈。真的就是以我们的北美馆做一个蓝图，系冇？没有错。呀，真正看到的就係北美馆，所以呀，咩係第擺吼，佢老呀美術館來做一類合作。对，像这种机构，像这个有没有大家看到？还有飞机，因为常常会有飞机经过。我们在航道的下面。对。嗰時候啲度诶，你而家還有講到係細來吼，小朋友佢唔好去美術館，也沒有懂到你知道美術館就是小朋友去到那邊感覺被限制住嘅感覺，就冇歡喜就抽嘅。對。唔過你去高雄咧，真係有咧奇幻之旅哦，係冇？沒有錯。他其實在整個參觀過程當中，都是他想象出來的。他在還沒有進到北美館之前，他就先想象到展場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我們看到的很多畫面都是動物。其實裡面的人物都是動物，並不是真的人。那在整個參觀過程當中，他才後來慢慢才知道說，也許他要用的去看一個欣賞藝術作品，不是只有用眼睛看，是要用心。所以他的那張票，他爸爸給他的那張票，當時上面寫的是 open eye，後來最後是變成 open mind，就是打開你的心。佢說：像而家他看到嘅咩櫃台的人員啊，周青就唔係擰就抽嘅。對，所以在裡面出現的所有的，不管是展場或者是觀眾，都不是人，從亞總看明顯一些咧哈。對，從亞周青全部都是動物，各種動物，有特別的動物，冇像用的熊就抽嘅。對。鴉片有看到的呀，還有熊貓也會看展覽，還有長頸鹿啊，代表不同的心態的、不同的背景的觀眾，他們在看同一件畫的時候，他心裡在想什麼？他在故事裡面都有寫出來 OS。嗰時候像日擺嘅人禮物吼，也咩係北美館老人藝術家來做一類合作嘅呀，第二種地度也封面吼，咩係有設計過嘅係冇？是。這個封面其實也有像剛才有講到的，其實是禮物的概念。沒錯，它其實一方面就是大家假設熟悉北美館的建築的話，就是我們的窗戶的那個方塊的盒子為主。另外，他就把它刻意做成像禮物盒。就是很有顏色的，然後一直重複的這個禮物盒。就像剛才講到的哈，有些你看到禮物的時間哈，就會來探索一下，就會打開抽屜的感覺就抽嘅。嗰時候咧，日擺哈也北美館哈所推出的咧，日擺第一擺哈第一類啦哈，南擺會有涵蓋到木腔嘅主題，第一擺類嘅作為主題咧就係禮物咯哈，呢度還有木腔嘅情字啊，手作嘅體驗的課程 DIY，有等下咱波本大家啲也下先來聊一下。